来继续来看屏东的自由路，昨深夜12点外，警察盘查一台停伫路边的白色的轿车，结果这个驾驶竟然是马库冲撞警察。远近看状况危急，先对空中开枪，刷落来是向准着车辆继续开。两个远景总共是开14枪，也毋过这驾驶是真干巧，也是互走去。有一个远景倒手受伤。到底这个走去的驾驶是有啉酒，或者是车顶有违法的物品？警方是依车6人全力追捕。看到白色车唔听指挥，赶紧冲举出来向车开枪，因为进前。看到停伫路边白色的车真可疑，两人要开门，结果呢，对方呢驶倒退弄到顺路车，因为场面已经失控，先对空开枪出来向这台车连续开枪拢出烟，也毋过这个驾驶依然无要配合，油门暂时驶离开现场。啊！你今天在困啊无？困啊。3个半暝有连续的庆声，互已经困去的人惊一条。滨东市自由路今日是透早有人拒绝临检，远警前后总共开14枪，整个过程有一个远警因为安尼受伤。在路边怠速的自小客车倒车冲撞2名同仁，远警对空鸣枪喝阻，该车仍持续抗检而后逃逸，目前已锁定驾驶人。拒绝临检，搁弄警方罪加一等。目前警方会深入调查，看看伊到底是安怎会心虚想要逃走。是讲我看一摆这个惊险的瞬间，虽然讲当时无啥物人甲车，也毋过驶倒退过程中，除了讲环境险险要弄到以外，一个骑乌托的人有闪过，啊若无就有可能卖受伤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